难度很高，因为其实所有的税负来说的话，都是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过程。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把一个囤屋税没有去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规划的话，其实第一真正会因为囤屋税释出的，都是相对而言资本比较就是口袋比较浅的持有人。那口袋比较浅的持有人，如果他今天释出的这个标的是相对比较好的标的，他一定会被口袋比较深的持有人吃走，所以会造成财富越来越集中。那它也不会到真的便宜到说一般民众可以去做购买。我觉得不容易，不容易原因有两个，因为其实房价所得比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房价，第二个层次是所得。那所得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提升，那房价即便是去做修正，还是一样，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了。那当然，第二个问题来说的话，这个比较现实，就是台湾的根据国富调查，台湾的所谓国民的应该叫做财富，其实大概都集中在不动产。那如果说让不动产的价值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减损，因为政策或因为什么其他的一个因素造成减损，那可能有很多持有房屋的人不能接受。我认为先求有，所谓先求有的概念就是说，先让这种所谓都市的空间里面能够让年轻人进来居住，那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居住的环境、居住的水平、居住的租金，让他们负担得起，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其实长期来说，台湾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资源集中在双北，就业机会也集中在双北。当你政经资源都集中在这里的时候，南北发展不均衡。如果说未来能够真的达到全台湾它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平衡发展的地方的状态，那我认为可能所谓居住问题它并不会这么样的严重。社会住宅它必须要有两个考量，就是说第一个，我其实并不赞成所有的区域都盖社会住宅，因为不是所有的区域都有真正这种所谓的供需失衡的状态。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其实台湾之后会面临所谓的少子化跟高龄化，那我们其实会建议我们所谓的新建社会住宅，你不如说叫新办社会住宅。新办的概念就是我可能已经现有成屋，也许建商盖的现有成屋，或者是说我可能多屋主我释出的一些标的，那我们让它变成社会住宅，那去提供这种所谓居住的供给，那这个可能会是比较务实的做法。